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成哥，好，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日咧就有3場咯。咁都係由第3場開始，就8號隻顏色之王做膽咯，就由寶榮嘅，就多翻隻神羲麗人嘅潘頓，就2號。跟住咧再買埋咧偉達嗰隻就係紅日社。咁呢場咧就係揾8號做膽，拖2號、3號。咁就呢場係呢幾隻馬跑咯。跟住第5場啦，第5場咧就潘頓做膽，就妙算奇勝就6號，就搭翻隻掌聲就羅富全嘅，跟住再拖埋12號隻波爾多咯，蔡約翰嘅。跟住咧就係去到第8場啦。咁第8場咧就揾隻時時精準做膽就5號，就拖翻2號隻博望波，就係潘頓嘅。咁啊10號隻同樣美麗，即係同樣美麗咧就好多時喺沙田跑噶啦。咁呢啲馬咧成日都出嚟跑，希望攞翻啲成績，咁啊腳要拖翻佢咯。咁就第8場就5號，就係時時精準做膽，就拖翻2號嘅博望波，就拖埋隻同樣美麗。咁係咁多啦，今日就咁啊，希望今日大家贏多啲啦。OK，咁好啦，OK 好啦，OK 好啦，好啦。